Hello，60後退休生活阿 Miu啊，我今個星期三咧就係要做我第2次嘅化療。原本我係諗住我所有嘅治療完成咗之後咧，我先至發布呢一個視頻嘅。但係自從我確診咗乳癌之後咧，我身邊嘅朋友咧都有去做呢一個檢查。其中有一位朋友咧，就係因為做咗呢個檢查，而係同樣確診咗乳癌嘅。而佢嘅情況咧就比我更加差，因此我就喺我而家精神狀態好啲之下咧，我就去完成咗呢個視頻嘅其中有一部分。希望你哋如果睇咗呢個視頻之後，係都同樣去盡快做一個嘅預防嘅檢查。如果係有問題嘅話咧，係可以盡快去醫治，嗰個療效咧係會更加好嘅。咁我而家咧就同大家去分享。誘發我今次發病咧，我估計係同我今年嘅10月8號至到23號再自組旅行團去東北同埋北京玩，太過攰同埋好勝有關。為咗我要遠望對岸朝鮮嘅風景，我就跟住年輕嘅團友手腳並用咁樣爬上去虎山長城。第2日體力都仲未恢復，又用咗4個鐘嘅時間爬虎谷峽，為嘅就係睇紅葉。2日後又喺長白山嘅西坡，喺海拔2100米步行咗1442級樓梯，就係睇壯麗嘅天池。第2日天氣驟變，落起大雪啦，但係我哋仍然係要登上長白山嘅北區，就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天池。當日嘅晚上，我就終於病咗啦，有嚴重嘅咳嗽同埋發燒，所以第2日紅葉景點我只係喺車上邊瞓覺。好彩我喺東北遊最後1日已經退咗燒，我可以落車去玩啦。但係緊接嘅就係我哋飛去北京，繼續我哋嘅行程。喺故宮，我哋着住漢服，一邊旅拍就一邊聽導遊喺度介紹。而適逢咧就係蘋果同埋柿嘅大豐收，我哋咧又去北京嘅近郊親自採摘，令到我已經好攰嘅身體咧爭啲係撐唔落去啦。喺10月23號傍晚，我哋喺北京嘅大興國際機場翻嚟香港。翻香港之後咧，我足足瞓咗2日2夜啊！喺翻香港嘅第2晚，我就發現咗喺右邊乳房有少許嘅血性分泌。我立即通知負責我保險事宜嘅12醫，佢咧就即刻同我預約咗佢哋保險公司嘅網絡醫生，喺10月28號去中文大學醫院見外科專科醫生。經醫生檢查之後咧，就表示我喺右邊有血性分泌，唔係佢最擔心，反而係另一邊左邊乳房觸診有一塊硬塊。於是當日中午咧就立即進行咗 3D 立體乳房造影同埋乳房超聲波掃描。乳房造影就係我哋俗稱嘅夾胸，係所有女性聞之色變嘅乳房檢查。就係因為太痛，所以咧好多年都冇去做呢個檢查。但係今次呢個 3D 立體乳房造影咧，只係有輕微嘅唔舒服，冇呢個咁痛嘅感覺喎。喺重陽節假期之後咧，我就翻去見醫生睇報告。報告顯示喺右邊乳房乳暈四周有5個鈣化點，而左邊乳房咧就有2塊面積較大嘅腫塊，係需要即時咧喺左邊乳房2塊嘅腫塊啦，同埋右邊乳房其中1粒嘅鈣化點進行病理抽針檢查。喺10月31號去醫院覆診見醫生睇報告，醫生同我解釋左邊其中2.5 cm 腫塊確診為乳癌嘅2期，係屬於早期嘅乳癌。病理結果顯示乳癌分類雌激素受體同埋黃體素受體都係陽性。當醫生話俾我聽我確診咗乳癌嘅時候，當刻我非常之錯愕啊，因為我只係有少許嘅分泌，冇其他嘅症狀。我平時咧每個星期有3至4日咧係去做運動嘅。唔好睇我平時大飲大食啊，通常咧有一半咧就係打包去下一餐，而每日嘅早餐咧係蒸蛋、乳酪加蛋白粉、牛油果同埋藍莓。我一向以為自己嘅生活都算係健康啦，原來就咁容易會患上乳癌。當我知道呢個消息時候咧，心情直跌高底。夜晚黑翻屋企，懇切咁樣去禱告，心情先至慢慢平復翻嚟。為咗了解癌變，
所以要喺雙乳房做磁力共振嘅檢查，同埋右邊另外4粒鈣化點進行病理抽針檢查。11月7號覆診見醫生睇報告，右邊乳房4個硬塊咧都係良性，而左邊乳房癌細胞對於荷爾蒙受體反應係呈陽性。同醫生商議治療方案，就係將兩邊嘅乳房只係需要切除腫塊，再加電療同埋係荷爾蒙藥物嘅治療，兩邊乳房係可以保留。治療方案落定就唔需要做化療，心情咧都比之前咧係輕鬆好多啊！而且係安排咗11月14號進行外科手術切除腫瘤。11月14號係一個特別嘅日子，喺35年前為咗迎接細仔 Jackie 嚟呢個世界，我喺肚皮上面開咗一刀；35年後為咗延續自己嘅生命，我喺胸口上面開咗3刀。我哋大家都要健健康康咁樣生活落去啊！咁我而家咧就準備喺2點鐘咧就做我嘅手術，而家已經換晒衫啦，準備入手術室。咁希望可以成功順利啦，加油！Hello，翻上病房啊！係啦，你個面好青啊！係啊！係啊，佢話顯影劑喎，一陣間會退嘅喎。我做咗差唔多4個鐘啦。係咯。我2點38分開始做到差唔多6點20幾分，接近差唔多4個鐘。個喉嚨好寒，同埋暈咯。第2日點咗早餐，食到一半之後咧，就自己行去廁所。翻床邊之後，實在太暈啦，所有早餐都嘔晒出嚟啊！上午物理治療師咧嚟教我做術後嘅運動，以減少手術同埋麻醉藥引起嘅併發病。中午醫生嚟巡房，表示已經將所有嘅腫塊切除咗，同埋咧係切除咗左邊被染色嘅前哨腋下淋巴結。即時嘅化驗結果就好似之前嘅報告顯示，只係有左邊一個惡性嘅腫瘤，冇擴散到去腋下嘅淋巴結，而其餘嘅咧都係良性。但係詳細嘅報告咧就要等5日之後先至有。喺覆診嗰陣時候咧，先再同我解釋。醫生表示我嘅精神同埋傷口都好好，下晝咧就可以出院翻屋企啦。手術之後嘅第2日，精神都唔錯。細仔 Jackie 咧就陪咗我哋打2圈嘅麻雀。手術後第5日返醫院覆診，見幫我做手術嘅外科醫生，佢同我解釋切除惡性腫瘤嘅病理報告顯示，各項嘅指數都較之前術前抽針病理報告為差，有機會需要同時做化療，即時轉介我去腫瘤科醫生決定其他嘅跟進治療。知道有機會要做化療，我心情又跌咗落谷底啦。當晚返到屋企繼續祈禱，祈禱之後就安然接受呢個化學治療，因為我相信神與我同行，佢會俾我嘅係我能夠承受嘅痛苦。喺手術嘅第7日，大仔 Samson 咧就陪我見腫瘤科醫生，醫生表示術後嘅病理報告指數都較術前抽針報告為差，所以除咗進行電療同埋服食荷爾蒙藥物之外，考慮係咪加埋化學治療。但如果對化學治療有保留，可以將腫瘤嘅組織寄去英國，使用基因定序技術進行預後復發風險評估，收費大概係3萬蚊，3星期之後咧就收到報告。但係由於我祈禱之後已經決定接受化學治療，所以醫生就安排我喺12月12號進行第1次嘅化學治療。醫生咧就有提示我哋手術之後唔好飲魚湯，我為咗補充營養就燉咗肉湯。原來手術之後咧係需要清淡嘅飲食㗎，無論魚湯同埋肉湯都唔啱飲嘅。結果我右邊乳房就唔能夠消腫。再加上手術之後咧，我冇好好咁去休息。11月30號係老公Cesar 71歲嘅大壽，我哋就返咗珠海同清遠一班朋友一齊慶祝，去咗崖口食海鮮餐，傍晚就去唐家灣行街食晚飯。第2日我哋又去咗斗門糖廠嗰度食糖水。之後去咗金灣木頭村炆蘿蔔，晚餐咧就去金灣島上花園食燒烤晚餐，預足感受聖誕嘅氣氛啊！由於呢2日實在太過勞累，所以傷口咧愈合得唔好啊！好彩我全家都係醫護人員，阿仔就開藥，
我自己咧就沖洗傷口，返香港休息2個星期之後，就喺12月17號開始第一次嘅化療啦。乳癌喺1994年起咧就成為香港女性頭號嘅癌症，香港平均每日有13位女士確診乳癌。總結今次呢個視頻咧，我希望大家咧就去留意咧係有幾點嘅。第一，如果你係40歲以上咧，就必須每2年咧去做呢一個預防嘅檢查。第二點嘅咧，我覺得我自己做最正確嘅選擇咧，就係我雖然係喺公營機構裏邊去工作，有醫療嘅福利，但係咧我都自己自費去買咗醫療保險，就係同時購買埋呢一個危疾嘅保險。所以我今次呢一個病咧，好快咁樣去私家醫院嗰度做咗個檢查同埋治療。第三點要同大家分享嘅咧，就係我好感恩我自己係有宗教信仰。喺呢一個患病嘅過程裏邊咧，我係有佢陪伴同埋嘅支持，所以喺整個過程裏邊，我係會比較係平靜啦，係面對困難嘅時候咧，我都係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度過。下一集咧，我就會同大家介紹我點樣去準備化療同埋電療，以及喺治療之中所遇到嘅問題，點樣去解決。我今日嘅分享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呢條片嘅，請俾個 like 我。未訂閱，快啲撳訂閱掣同埋旁邊嘅小鐘仔，我有新片，你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㗎啦。好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